创世纪第19章，所多玛的罪恶。黄昏的时，迄两个使者来到所多玛，罗德坐伫所多玛的城门口。罗德看到因，就起来迎接，趴伫涂骹讲：“我的主，请我来仆人的厝歇眠洗骹，明仔载较早起来，才阁继续行。”因讲：“毋免。”原要踮城门口的广场过眠，罗德坚决甲因邀请，因才活转身入去伊的厝。罗德为着因准备青草、烘无甲饼，因就食。因也未去困，城内所有的所多玛人，对老到少年来为罗德的厝，甲伊话讲：昏暗来恁遮的人伫倒位？叫因出来！原要甲因交合。罗德出来门外，将门关闭，去众人遐，对因讲：“朋友啊，请恁莫做即款歹代志。我有2个查某囝，要是在色女，我带因出来，出在恁对台因。毋过即2个人，因是我的人客，请恁毋通对因做即款代志。”遐人讲：“你闪开！”佮讲：“你即个外族人来住阮遮，煞要做阮的审判官，但原要害你，比害因佮较惨。”因就罗德冲去，要弄开门。毋过迄2个人甲罗德扣入去，将门关起来，佮互门外的人对大到细，目睭雾，看袂着，找无门。罗德离开所多玛，迄2个人对罗德讲：“你伫遮还有甚物人？无论是后生、查某囝、囝婿，以及城内所有的亲族，你着带因离开即个所在，原要糟灭即个城，因为控告因的声真大，上主有听到，伊找阮来糟灭即个城。”罗德出去，对伊的囝婿讲：“恁赶紧离开遮，因为上主要糟灭即个城。”伊的囝婿掠做伊是在讲笑。天光早，上主的使者催逼罗德讲：“起来，赶紧带你的某甲2个查某囝出去，才免因为即个城的罪恶受糟灭。”罗德丢毒，迄2个人因为上主怜悯罗德，就牵伊的某甲伊2个查某囝的手，将因带出去城外。带因出去了，其中一个使者甲罗德讲：“赶紧逃命，毋通越头，嘛毋通住伫边缘，着走去山里，才免受消灭。”罗德讲：“我的主，毋通安尼，你的仆人已经对你得到恩典，你嘛对我显出极大的仁慈，救我的性命。我走袂到山里，行了也未走到遐，灾祸就临到我就无命。看咧，无偌远的所在有一个小城，我走袂到，请互我走去迄个小所在，保全我的性命。”使者对伊讲：“我答应你，迄个城我袂甲伊毁灭。紧走，你也未到遐，我袂当动手。”因为安尼，迄个城叫做索尼。所多玛甲蛾摩拉受毁灭。罗德走到索尼的时，日头已经出。迄时，上主将硫磺甲火对天顶上主遐降落伫所多玛甲蛾摩拉，将遐个城规个边缘、城内所有的居民以及地上生长的物拢毁灭。罗德的某伫后面，一个月头看就变做一支盐条。亚伯拉罕隔日透早起来，到伊以前徛伫上主面前的所在，所多玛、蛾摩拉甲边缘的方向看，看到迄所在火焰称悬，亲像火炉的烟。上帝消灭边缘遮的城，毁灭罗德徛起的城的时，伊带念亚伯拉罕，救罗德脱离死亡。摩押人
甲阿文人的起源。罗德毋敢住伫索尼，就甲伊两个查某囝刷去山里，住伫山洞。大查某囝对小妹讲：“咱老爸老啦，即所在阁无大部人通照礼俗甲咱结合，咱得互老爸啉酒，甲伊做伙困，通对伊得着囡仔。”迄暝因互因的老爸啉酒，大查某囝就入去甲伊做伙困。大查某囝什么时去困，什么时起来，老爸拢毋知。隔日，大查某囝甲小妹讲：“我昨暝甲老爸做伙困，今暝咱阁互伊啉酒，你通入去甲伊做伙困，安尼咱通对老爸得到好待。”迄暝因阁互老爸啉酒，细汉查某囝入去甲老爸困。查某囝什么时去困，什么时起来，老爸嘛拢毋知。安尼，罗德两个查某囝拢对因的老爸怀孕。大的生囝甲伊号名摩押，就是现今摩押人的祖先。细的嘛生囝甲伊号名便阿米，就是现今阿文人的祖先。